日本上大半导体厂商伫台湾的公司东京威力科创，伫台南人科设立营运中心，中心面积大约35000平方公尺，预计伫2024年后半年完工。完工了后，将为台南带来更较侪食头路的机会，同时提升台南成为国际半导体产业的地位。投資拡大に伴い、お客様により質の高い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ため、台南オペレーションセンターが新設される運びになりました。当センターは2024年後半に完成、約1000名の就労を見込んでおります。本センターに設立後には、半導体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一層強化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。东京威力会带来相当多的一个生产量能，大概会有1000多位这个工作职缺的开出来。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投资案那能够顺利启动。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、经济部部长王美花等人也拢特别来下，共同出席动土典礼。未来东京威力科创除了扩大营运规模，也会为在地培育优秀的人才。设备人才的培育也是台湾半导体供应的一大环，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流的厂商，跟我们一起来做机器设备的人才培育呢，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。在台湾，因为深化，因为合作，因为跟国内一起成长，所以他要去扩厂。那这个不仅是办公室，也可能是未来的维修，也可能是未来的研发中心等等，这个非常有未来性。东京威力科创表示，先前已经有办公室自主人科，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甲咨询。未来营运中心会将重点放伫零组件加工、技术甲维修发展，就近为客户提供在地化服务，不止强化咱台湾半导体供应链，更为台南带来经济发展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